電影破地獄咧，唔單止講緊啲儀式而講緊破解人生面對嘅地獄。而有黃子華飾演嘅角色咧，叫做魏道生。原本咧佢咧就從事婚禮嘅策劃啦，但係疫情之後生意唔好啊，就為咗還債，所以轉行成為咗殯儀嘅經紀。有啲評論啦、影評咧就話劇本好十分工整啦、好細緻啦，又係啲對白產生好效果，計算得好精確嘅。但係咧我自己從殯儀經紀口中得知到咧，疫情期間咧唔少老人家過身啦，之後有好多移民啦，過咗身之後咧好少運翻嚟香港去辦喪事嘅。可以睇到咧，道生轉型希望可以由婚禮統籌轉去殯儀咧，可以賺翻多啲錢咧。其實咧可能係資料搜集不足嘅。同樣啦，阿道生咧入咗殯儀業嘅第一日工作嘅時候咧，就跟阿殯儀經紀咧就去執骨嘅。但係我所知實際情況咧，執骨嘅工作咧應該由墳場石廠再安排專業嘅工人去負責嘅。電影咧就講求起承轉合嘅，由道生喺殯儀工作上面有幾件事咧，睇到佢係為咗錢先入呢一個行業嘅，所以好難想像咧有一個客人擁抱佢之後咧，阿道生成個人成個角色嘅性格設定咧都改變晒，變成一個咧係滿有同理心同埋咧打破傳統行規嘅殯儀英雄嘅。殯儀主題喺香港電影咧係比較少有個題材。電影裡面涵蓋嘅主題咧係好多，導演想講嘅故事亦都好似太多，所以每一個故事咧都係蜻蜓點水，點下點下就講得好少。但係調翻轉，主角道生嘅故事咧又講得好少喎。阿黃子華咧就淪為咗一個間場嘅角色嘅。主角有一句對白：生人都要破地獄㗎，生人都好多地獄。喺在世嘅人咧都有好多嘅地獄。係講緊人面對緊困難啦、逆境啦、患病啦、與人嘅關係人際關係不和嘅時候，面對人生嘅地獄。基督信仰咧提供咗一條出路，就係人唔能夠單獨去面對地獄，係需要有同伴同行嘅。背後更加需要耶穌基督成為佢後盾去支持。牧師傳道喺安息殯葬嘅事上面嘅角色咧，正正就係安慰緊在生嘅人，聆聽啦、陪伴啦，同佢哋同行度過呢一段傷痛分離嘅時候，繼續能夠向前行。生命上面能夠重見陽光嘅。